旧历过年前拢会办买鸡，警方嘛加强啉酒赛车的稽查。伫台南市有一个汽车的驾驶，互警察抓着啉酒赛车，防开单扣车。无想到讲，警察伫半点前后，又搁看到这个驾驶骑奥多摆，搁再酒测嘛是超标，所以搁再处罚奥多摆嘛防扣车。台南永康的警察测试下晡执行巡逻任务时，甲违规的汽车驾驶查到来做酒测，发现酒测达0.22，虽然无构成公共危险，毋过已经超过袂当安全驾驶的标准，所以该依法开罚，搁甲扣车。0.22扣车，扣车，规样单名在当领，规样单领，至少无公共危险啊。后来警方继续巡逻时，是登去同一个路口，想袂到搁撞到头拄迄个查甫人，毋过伊煞已经换做机车，而且这已经是半点钟内第二摆互人撞到，就出达0.19，有原爱扣车。警方面对这个查甫人嘛是直直喊头。没有，已经是2件事了。你掐过一来考起啊，你这边掐一遍，这是第二遍啊。然后你这是心态侥幸啊。将其拦下，请再度酒测，发现其酒测值依然超标。半点钟尔，摕到2张食酒赛车的罚单，汽车甲奥多摆拢互警方扣走。查甫人继续去放风，民众听到嘛感觉真好笑。现在 Uber 不是蛮方便的吗？就赶快叫 Uber 就好了。觉得他就是心存侥幸啊，然后刚刚已经被扣了，怎么还会回去再自己骑一个机车再出门？警方强调，无论酒啉偌济，若有啉，就是袂当赛车甲骑车。若是无咧训导，会造成家己甲其他用路人的危险。即马拄好是民众爱食饱办买鸡的季节，警方表示会继续落实查缉，守护民众的交通安全。记者文正雄台南报道。